另外，配偶嘛真好佚佗，唔免揸现金，免揸信用卡来配偶佚佗加大，买当卡送、手送、用人人。因为配偶即卖经引进免现金买卖模式，伫咧马经上款超过上百间业者拢会当使用，嘛有真侪观众感觉真便利，业者嘛真欢喜，感觉生意刷落来愈来愈好。因为下个月就是观光佚佗大月，期待来到配偶佚佗游客会当加几落倍。电子钱包。 付款 ，OK。手机啊，甲比一下，买卖记录就出来啊，安尼付款算完成啊。不需要签名啊，是，就用我们用手机的那个密码，或者是手机的指纹。平湖的马经商款，只要手机啊，甲摕出来，就会当来做买卖，民众感觉方便，业者嘛讲安尼效率真好。手机操作一下就可以好了，对。 就可以程序办好，不用去找零钱，干净卫生啊，方便啊。马经商款欢迎促进会和东海大学来合作，共同研发出 APP， 提供这个吃、住和佚佗，拢总有百外间业者引进无现金交易系统，民众的交费资讯会详细甲列出来，就连旅游优待的信息嘛拢有提供。我们这次也做了一个爱玩澎湖的 APP。 那这 APP 里面各项功能都有，包含导航。将来如果提升，把它这个 upgrade 到5G 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些城市呢，马上就能够无缝接轨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轻松算简单付钱，安全又阁袂重大，民众只要手机啊甲查咧，就会当真暢落来算骗规平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